利用微生物分解廢水當中的有機物，製造出燃料電池。台藝大學持續推動科普教育甲應用教育，甲國科會太空中心參與2026軍行台灣週，規劃應用生活展區，介紹科技安怎應用佇咧氣候變遷、資源循環以及綠色能源等議題。藻類我們把它放在陰極，利用藻類給它陽光、太陽光合作用產生氧氣。那陰極部分就是厭氧污泥，它會產生氫離子，然後中間陽極陰極中我們有一個氫離子通透膜，氫離子會通過去，那電子從電線上面走下來，會經那個電回流，就產生電壓、電流、電壓。那我們電壓大概是為大概150到200的微安培。透過這個展演的方式，讓不同年齡層，然後讓學生、讓民眾都可以很深刻的去了解我們做的這些前沿的科技跟研發，它在生活中的連結以及對環境永續的影響。把困難的科學知識變做人人攏會當理解的生活體驗。台藝大學展現佇咧環境教育、綠色科技以及科普推廣的成果，同時提供一系列科普體驗活動，包括溫室效應、碳中和、再生能源以及永續生活等重要概念，提升科學素養。現在大家都認為說節能減碳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從共生藻類的培養，然後從這個永續資源的利用，可以讓大家知道說，其實科技是可以帶動我們現在科技未來的發展，讓大家生活得更好。科技不只是改變生活，更是守護地球的重要力量。台藝大學透過科普教育，糾集民眾甲科技的距離，和永續不只是口號，而是每一個人都會當參與共同實踐的生活行動。台南新聞社會陳宏報道。